入邊咧就有一盞帶有某某。最近咧見到一單新聞，就有位屋主咧喺個社交平台嗰度分享自己新屋裝修啦，入邊咧就有一盞帶有某某品牌嘅 logo 床頭燈啦，結果咧就引起唔少嘅討論咯。有人咧就話咧設計太過浮誇啦，亦都有人咧就覺得咧最緊要自己中意。其實呢啲討論咧都好常見嘅，因為咧審美啊本身咧都係冇絕對嘅標準嘅。如果從呢個設計角度去睇嘅話咧，空間設計講求整體嘅協調啦，包括比例啊、色調啊、光線啦同埋材質嘅。其實一件家私或者燈飾嘅造型啦、顏色，或者品牌嘅標誌太過搶眼嘅話，而個空間本身咧又比較細啦，就可能會令到個視覺焦點咧就集中咗喺嗰件物品上邊啦。咁反而咧係會影響咗成個空間嘅一個平衡嘅。當然啦，如果屋主真係好中意嗰樣物品嘅，咁其實都可以用一啲設計嘅手法咧去融合嘅。例如用一啲柔和啲嘅背景色啦，簡約啲嘅線條去平衡翻成個視覺比例啦。設計咧從來就唔係話去否定某人嘅喜好嘅，而係幫屋主咧將自己中意嘅元素同埋空間嘅功能氛圍咧自然咁樣結合。所以如果你都煩惱緊點樣幫自己屋企裝修嘅話咧，歡迎留言話俾我知啦。記得 follow 我哋嘅 channel 啦，一有新片咧第一時間會通知你嘅。我係 Benny，下次見，拜拜。